在地人在地前来看中华的特产金蜜山药，产量少，口感特殊。这个特级品1公斤会当卖到200块。农会甲摕来做成山药的鸡仔冰，讲一粒的金蜜山药只会当做2支的鸡仔冰，一支是来卖80块。虽然无介绍，但是也是真抢市，卖甲拢欠货。拆开包装，这是破冰等于型的山药冰。 赶紧加一脆，芒果的香味存在，真的很好吃，很新鲜。吃到鲜果的酸甜味，然后没有添加任何的化学加工。这个山药冰价小是80块，称号是鸡仔冰界 LV。前一阵行政院前议长赖清德嘛有食过，嘛真懊恼。不一样，跟别的不一样，很特色。 赖清德之前的山药饼非常出名，将山药饼是安怎做的？咱透过镜头。表皮要很金黄的，然后不能太熟，也不能太生。一粒的金蜜山药报告真多，我要经过挑选。果冰的话大概几克？100公克以上。100公克了哈。去配料下出上最肉这2大片，这2片才会当做这山药鸡仔冰，送入去冷冻库，无加任何的调味料，做出这实实在在的鸡仔冰。 有的真的比较酸一点点，有的真的比较甜一点点，所以你买1盒6支装，可能每一支口感都不一样。金蜜山药是中华的特产，产量是占全台95%。今年的山药大丰收，农会为着要避免继续的破洞，将金蜜山药甲做成鸡仔冰，真受欢迎，嘛替农民解决无少的问题。